美國嘅 Donald Trump 啊，最近呢就不斷去吊銷簽證，所以呢，你近排去美國嗰啲朋友仔呢要小心啲咧。我認為呢，與其你話美國優先，倒不如話 Donald Trump 佢奉行美國精英主義優先。Documents related to criminal activity and calls for violence against U.S. 你冇辦法㗎啦，你嗰啲咩雙簽 B1、B2 冇唔得㗎啦，係啊。根據我美國同學嗰班，而家佢哋有全新嘅打法嘅，係啊。我個人建議啊，你冇咩嘢，除非你話個仔女話要真係向外去進修啊，去搞個簽證，唔係嘅話冇必要，係因為而家 Donald Trump 佢係零殺錯，沒放過，一剔過，係喺簽證呢度吊銷得好緊要。And as a visitor in our country, be it a student, a tourist.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美國主流媒體喺24號報導咧，特朗普政府準備要吊銷多達20萬名申請或者尋求美國庇護身份嘅外國人嘅商務簽證或者旅簽嘅。咁關於呢個議題係我簡單啲明翻少少啦。而家美國主流媒體佢就話咧，呢個係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嘅單次簽證吊銷行動。咁你要知道啦，Donald Trump 佢第二個任期上任之後玩嘅就係 MAGA 係咪？美國優先。但其實好多人唔明嘅，我認為有啲在美生活嘅華人都好，佢都唔係太了解美國嘅權力架構點樣運作嘅，係咪？所謂嘅 MAGA 美國優先，你以為真係保基本盤咩？美國真正嘅基本盤係美國精英階層啊！但係好多人唔明嘅，無論係喺美國生活嘅華人，或者喺其他外國嘅人去討論美國政治都係，其實真正美國嘅基本盤係精英主義。你冇辦法㗎啦，因為而家美國國務院佢就話因為好多呢啲簽證就係借住旅簽、雙簽為由嚟到之後咧，又申請庇護，跟住永久居留啊嘛，所以咧就要出呢個政策去吊銷。我認為咧，今後呢個只不過會係美國佬或者特朗普政府嘅一個常態嚟，甚至乎我認為下一任2028下一個阿公都好，唔知 Donald Trump 做唔做到啊？佢如果繼續咁顛法嘅話，佢有可能做到嘅。即係我話退一萬步咧。下一個任期都好，我認為美國精英主義優先呢種政策依然會繼續實施嘅。係你話美國嘅白左民主黨佢哋就話要借住嗰啲非法移民啊轉移民，要呢啲基本票倉去爭個錯管啫。但係而家我認為新嘅打法唔係咁樣嘅啦。總之你要明白一點就係喺美國乜嘢藍領階層工薪階層或者係嗰啲紅脖子喺票倉嘅層面上，佢哋係基本盤，但係真正與呢個美國呢個國家向前推或者成個國家發展嘅話，永遠都係精英主義治國，精英主義將呢個國家往前推，係好多人唔明嘅係，所以就係到最後尾，特朗普佢所講嘅美國優先，邊一個美國人美國優先啊？所謂嘅美國人優先，佢係分好多層級。分好多階級嘅，但係好多人係唔明，係，所以多個就唔講啦。想蘇監信息差嘅冇同粉絲歡迎加入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